回到啦就放轻松，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啦就聊一聊。爱的 DJ 阿洛呢要来回答我们观众朋友的心情来信。所以你知道我们要回答我们的观众，很多朋友他们都会写信过来，然后呢，我们要透过这个单元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心情，来帮他抒发一下他的心情。那据我们的这个啦就放轻松的官网呢，在 Facebook 上面呢，有一位观众朋友写信来说，他说他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呢，唱歌一直是他的梦想。他知道说，原来可以用族语歌表现自己的部落，而且可以把自己的创作带到大的舞台当中，是他真的是很大的梦想。他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俗命的努力，是他的这个偶像。他想要知道说，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这样子？这个有没有成功的步骤可以提供给这位心情的小故事的这些好朋友呢？一方面我觉得唱歌要有想法。如果你不会写歌的话，唱别人的歌你也得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在磨练对自己的技术上面的一些磨练。最好你还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伴奏乐器。然后再来就是训练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我觉得是歌唱比赛。因为我觉得歌唱比赛是最容易凸显自己的特色跟缺点的地方。那些评审老师一定会给你一些建议。对，再来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认识一些不错的老师。我觉得在比赛这件事情上，包括我自己参加图腾乐团的那时候参加海洋夜季都是这样。但是我比赛比了好几年了，会比较辛苦，而且会比较残忍，但自己要有那个心去承受这些的有可能的挫折，对，有可能的挫折。我们不要把失败当作失败，对，继续往前走，才是抓住梦想最重要的动力，对不对？好，这个要回应一下，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哦，就是希望你能够紧握住这样淑敏的这个意见跟他的想法，对不对？但是淑敏，你有没有要送给这位写信过来这位朋友礼物呢？因为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永不放弃、坚持自己主语创作歌手的一个好朋友，所以你有没有？我这次带来就是这个是我去年发了一张新的主语的 EP， 除了专辑之外做的这张 EP， 然后这个是这次演唱会4月23号的法力，就是法力耶，上面真的是法力耶，哎呀，就是 FALI， 对。这个是原住民的罗马拼音哦。对呀，罗马拼音好 fashion 哦。而且是我演唱会带的就是这个我专属的唯一一条的法力的演唱会的项链。没错，而且是俗命是戴在身上的耶。对。我决定用这个去鼓励他。好好哦，这位都兰部落的阿雄同学，真的非常高兴，恭喜你！希望你能够带着自己的这个坚持，然后带着俗命的祝福，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对不对？好，那因为我们呢，就是希望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够透过我们的官方的这个 Facebook， 或是写信过来，甚至传真，甚至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情故事。然后我们每一天的来宾呢，都会送给大家一个意外的礼物，甚至有一个鼓励的小礼物哦。我们当然今天就放轻松呢，阿洛也要送给好朋友淑敏一个礼物。你很期待吗？很紧张哦，是不是？好，我一直都觉得淑敏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我每次都常常讲说，淑敏一直都是我们在做原住民事务的一个肩膀，因为一定要勇敢。然后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坚定跟勇敢。当然，我也很希望说，我带了一个祝福哈，这个祝福要给你看一下，因为它来自你是周遭的好朋友。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送给淑敏的祝福的话。在国3的时候，就是淑敏都带着我们，然后不管是去海边啊、训练营啊，要不然就是到每个部落的他们那个参加丰年祭，就是文化交流那样的，然后就还蛮看到淑敏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带着我们，就觉得淑敏真的很棒这样子。其实重点就是他把事情都放在自己身上，他没有办法让其他人去做其他，就是有关于像一些叫什么杂事吧，就是有关于一些
像演唱会的时候，什么场地的问题啊，或是分配的问题，那些他没有办法给人家给我们去，就是给他下面的人去 handle 这样子。高中就开始学会就是抽烟这样子，然后但是跟着熟面出去表演之后，我发现到抽烟真的对自己不好，然后因为熟面本身就不会抽烟，但是只要跟着在熟面身边，我就会有一种恐惧这样害怕这样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跟他出去表演，然后就是会惊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慢慢戒掉自己的抽烟的习惯这样子，对。他蛮相信我帮他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到后来就是可能渐渐的变成很熟的一个工作伙伴的时候，他其实从他身上发现一些他对部落的一些贡献，或是一些努力。其实这个东西我发现是我觉得向往的，对啊，跟他工作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像就是我们上面那阶层的，然后就是不管我们做错什么事，然后都是用骂人或是怎样，熟面的不是，他是在嘎嘎面前这样讲一讲，然后到私底下之后就还会安慰我们什么的，对啊，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个名字了，叫拉萨洞。拉萨洞这意思就是木头的意思，就是漂流木这样子。然后宿命接下来就是要该放手了，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成长，然后去学该学会的东西。然后跟宿命在一起这些年，学到了，他的对部落的那种精神。宿命，加油！Hai, kiso Sumin, paswal ako faki iki sonan. Now hani malatakhamana kiso itini kapah no nero talaman ko hamak no mako. Dikora ira ko sapa ikora ko kisanan pa ini kisanan. Mamaseng kiso takamana kapah no aturan sa kako. Arata ngani so subin hao. Pakini pinangan no amis aka pi faris kiso tumaman pakani tini di kursa mita aturan tahira ila ratih rasafi ira ko ila rumah no safi ira mari kursa ai uradio uriko pinangani aka pipa kris kiso ha saki to hatiniai anu man to pinangan numita o amis bakani tini pini asraw ira ko adasay ira ko hatiray nanuong ka numita bata tunguto ngos ko ninyan pana aniso o kawas ni ho an ira ano tala tupos umaman iaya mananangis o konsuso numako bakani andani ito ko si cima ko ya o cima ko hasasaran tani iliari cima samaanan kana ira ko puting tani ito ko samanan iya ira ko fabuisa unini irai ko solno itaya ko katatungo-tungos maaraw no miso ko konsus ako mananang na si unini akapita wal kiso ha sufil to pinangan ita o atulan sung kiso pafulin kiso to patong akapita wal kiso to ninyan ha Sumin hao ano mahukili tayo na si Bakyan na militsay pasakan ko atulan ano kiso Sumin at tingilay sa Sumin。我们刚才谈到的是那个老头目给你的鼓励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他很希望你能够不要忘记，而且他甚至告诉你说，哎，你真的可以有空就要回去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要特别提到你的家人啊，因为你的家人真的好无怨无悔的支持你一路走来。那当然有很多的时候很辛苦，那家人当然就是也是你一直都很不舍，一直都很有点小小的亏欠，但也是你最重要的温暖的来源。哦，你有没有什么话真的是很想要对你的家人，不管是你的妈妈、爸爸或是妹妹？跟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爸爸妈妈谢谢。
今天啊，阿洛还要再送你一个礼物。还有，还有哦，我们来看一下这神秘的礼物是什么呢？宿命的妈妈来了。你说加油！好。好，我们来请淑敏跟妈妈来做一下哦。对，有没有这个礼物很 surprise 吗？今天呢，我们就是特别要给淑敏一个鼓励，因为就觉得说，我相信妈妈也很高兴看到你今天的成就，而且明天又要出国去演出了，又要一趟非常辛苦的旅程了。这样，妈妈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淑敏说？因为她最近才刚办完演唱会，然后你有没有想要带给她什么样？有没有什么一句话送给她？是要保重身体最重要，真的哈，你非常担心，我最担心的就这一点，真的担心他的身体，对不对？妈妈会不会每次看到他这样演唱会忙东忙西，会不会觉得真的很舍不得？会啊，会很心疼，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身体还是重要，既然工作是很重要，但是身体是最重要的，没有身体，没有健康的身体，你做任何事情也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对不对？淑敏，等一下，今天呢，这个淑敏要带着妈妈的祝福，还有要牵起妈妈的手，而且要很高兴的带着她的这个妈妈的最温暖的动力，然后走上天涯海角，而且到国际各个角落，甚至要去展现最多的原住民的使命跟她的音乐、她的梦想。然后妈妈决定要送你一个小礼物，就是要跟你唱一首歌。这首歌曾经也在你的演唱会当中有跟你一起合唱，我们是不是也一起可以来听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我相信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喜欢，因为这首歌会让我们在远行的时候会想到家。这首歌，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淑敏跟妈妈一起合唱的这首歌。西瓦里有沙拉，塞过吉拉，路姆啊有沙多卡古阿牛巴，巴祖多哈里那，有拉罗啊有沙多卡古伊那。是淑敏跟妈妈的合唱，而且唱的这首非常想念家的歌声，是不是很感动呢？谢谢我今天的好朋友淑敏来到我们的就放轻松，带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一个温暖的一天，甚至是一个感动的生命，甚至是一个拥抱部落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深深的记得今天的这一刻，也让我们这一晚当中呢，大家都能够拥抱着美丽的梦想，温暖的记忆到入眠。谢谢大家今天收看喽，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播出呢，也会同时会在花莲的教育广播电台、台东教育广播电台播出。不要忘记，任何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写信过来，甚至到我们的官方的 Facebook 来留讯息给我们，甚至打电话给我们哦。我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是爱的 DJ 阿洛，祝大家晚安。我们明天那就放轻松，再见。